师的吗？本来就主持而已了。你本来就厨师而已哦。不是，我不你摸水摸个。中嘛呢？跨年你要怎么看？要翻译啊！ 70人岁送的摆节目，你唱也紧张，搞清楚。你有去说说哦，可以拿还有啥70人岁。哎，你哦，细细家下哦，爸爸妈妈都会管你食动都有补诶，一定会乖乖吃饭。穷安是写冻豆啊，所以李阿哈哈智商身高圈走的180。188。身高也有吗？考起来有啦，帮我复制一下之类的。李阿嘛敢用？你菜肉俩变头俩两有。你自己的？不是啦。所以等一下我们吃的会长高就对了。来不及的。等一下评分嘅票准谁款哦？谁在现场有长高？加拍了。那2组都拿没分。Hello， 各位電視機前面嘅觀眾朋友，大家好。跟住所有現場嘅鄉親朋友，大家好。分享數坤，一家之主，我係民族。係宋百強。今日嘢來到平鎮呢度，比嘅當初寫素材係一個妙法肉身薑呢度嘅。肉身薑其實攞到凍豆白哦，大白攞到2片哦，都嘟到高手中的高手咧。冇唔錯，因為桃園新中料理就算係你客家式本態一個起路啊。好，三下來呢，馬上就分享到今日嘅評審欣賞啊，優秀片呢分享到係李志龍李師傅。各位觀眾朋友，大家好。你好。哎，他是我們這邊的流汗大王，今天又戴口罩。哎，要不要直接戴面罩？沒有很秀，每個人很秀。好，大家咧看一下藍水今日分享到係金有鳳七師傅。大家好，我係鳳嘅，大家好。鳳公你好。三下來你嚟分享到藝亞組嘅潛水站嗬，佢表姊妹嘅哦，用媒體起來嘅雨山老面髮劑。歡迎。當定應之後，喺要祝福嘅嗬。好，大家都看一下藍水今日分享到係來自偏見嘅來賓嗬，佢兩沙係兩隻阿嫂，現五病曲老翁素君，掌聲歡迎。哎呀，好，先來談一下我呢片風吹兩個姐姐哈，用媒體起有少幾嘛嘅好食好料嘅喎。用媒體起有農場有動到牛嘅，行過 DIY 嘅事情，大家還青島會發通，像大家做得去了。讓他假日休閒，然後太年設置都係窮下一樣呢，今後嘅收凍河，大家都看一下偏見嘅來賓哦，今日咪帶來哦一個私房景點推薦本大家啲係嗎？哎，凍死嘅花彩節哈，因為我都有去割波啊，割好有曬鍋，有曬鍋乾，曬好哈，有去柴米芥末，做好了是點心，看起來呢，反正啊都太討厭天氣嘅話呢，無聽天氣都有好搞好料，一定要來看下咯。唔過呢，三下來呢，馬上就來進行體育館嘅挑戰。料理逢6點，涼脆會用現改嘅方式，結添主要食材，稍等完成自天愛做嘅料理。喺呢之前，唔哋會觸到外界食材嘅情況底下，涼脆會因為太緊張亂粉末。還有涼脆冇觸到嘅食材，你會由主廚來做示範，到底會變化出乜嘢想唔到嘅料理呢？最刺激、最神奇嘅比賽馬上開始了！哇，又到係料理逢6點呢一關咯，到底有乜嘅新嘅食材？睇清下做嚟看看啊！唔該，你先看一下今日嘅菜色係乜嘅？金桔排骨。哦，排骨誒！啊，所以聽說係玩排骨啊！我會見哦。但唔知定嘅地位度，有一隻係具體嘅食材啦，另外2種哈，大家深呼吸一下。好，馬上先來派出對手來做猜拳。馬上有猜拳，馬上有來先。阿嫂來好咧。好，好來，剪刀石頭布。哦，你先出。明花姐，現時冇聽說係好嘅哦。怎麼了？你有哪隻店？怎麼了？啊，定格了。好，確定。旁邊記下啊。數到3嗎？你自己猜哦，1、2、3，一、2、3。哎呦！哦，有耶耶！來，拿定。可能會炒到散開來哦。沒關係。好，王一，柚姐家哦，這個算是不算地獄啦哈？
本去手脚咧。哦，唔怕。是俩哈2只顶个地背都死就一只系排骨，好，看嘅运气，好吧？我来这。我做2只好。好， 1、2、3，哦，排骨本去手脚咧！好厉害！哇，恭喜恭喜！谢谢。哦，拿起来。好，cái意思係講吼，剩下咧2只頂咧吼是係意外負責的。唔係嘢啊，你個人造業講英蛋來打過來，1、2、3。哎呦，是什麼？米血糕。好黑的米血哦。对，糯米糕。哇你自己深呼吸，來。啊！恭喜！哎，不過呢，我知道你們呢，除了排骨以外，要兩個食材都沒挺困難，沒有到太奇怪。今天製作單位還算是對眼力以後哦。好，馬上就係金航體育館嘅料理鳳玉蛋。好，今早嘅時間馬上就會到嚟，先來看一下風吹有信心冇？風吹準備好誒，有信心冇？有。看一下lâm水吼，台上的哦，有信心冇？有。坐低坐低。好，比賽馬上倒數3、2、1，唱開始。坐低開始啦，阿姐。用啥最想嘅廚到嘛？該其實嘅3樣食材對我嚟講應該還好吧。都做啊，挺簡單嘅，來看一下。哦，先錄一下哦。哎呦，那麼美啊！哦。嘿，該買個夫教服呢。嘿，兩個姐姐好厲害，你們都是做廚師的嗎？没有啦，就主持而已啦你。本來就廚師而已哦。不是，天哪！每天都要煮。哦，怎麼該當年這麼煮？对呀，做不適合食，做不看顏色吧。哦，大概这样。那我先把這個炸起來。哦，我粉粉的泡係嘛？對。嘿，但是粉上得去嗎？其實佢未做得叫點水啊，是啱咗嘢啊，用濕粉去炸未做得。我這些米酒，係啊，因為人家海山嘛，海山是有一些。問海產王子。海產王子嘿。好好好，一點點。還沒做現在得。濕濕，你就靠我。這樣比較好，對，比較濕潤。給他順便燒了油條燒誒。哎呦，有，順便給他按摩嗎？嗯。你應該有櫃面落去。你有廚師幫我呢？一米的分量。對，這一關有廚師幫我。廚師幫我。有啦，有哈。 60秒。你做得不用的。不用盤。你有溶嗎？溶嗎？還是你先弄一弄備料好，我們等下回來肚後可以剖可以料理。好嗎？你們先把料備好，那先把火關掉，好不好？好，攞起可能這樣比較剛好。好。哦，其他那來鋪咧哦。哇！你看，你平時用嘅4月份嚟。對，我們這邊就很聰明哦，唔是配啥提香。我問一下吼，該地背都要玩哦，看起來舞係該係幹嘛東西啊？啲調油。調油啊。調酒還有咧。米酒，蒜頭米。幾兩沙吼，讓大家講哦。草本你冇水冇講。做乜啦？跨年啊！跳翻譯啊！70人歲送嘅擺節目，你強也嚴重，搞唔清楚啊！有70歲哦，可以拿黑衫70人歲，對啊，黑衫啊！影片讀了有看到人好漂亮，帥哥，我們看好幾遍了。謝謝。會第二遍呢。但是我們節目沒有帥哥哦。有吧？有。哪一位？你指一下。你呀，就站在我左邊的，我都有看到師傅啊，師傅也是。還有你有記得他們？有，因為是他們給分數。哦。還好我有講到師傅哈，沒有，有惡羅師傅啊。等一下鋪好以後咧，因為等一下他又該出示成數嗌60秒左右用哦。我想一下用到哪一道？唔是用未做得啦，係啊。師傅讓他再調醬。係啊，調醬是不是？哦，做得都做得。靈魂的地方嘛。對。所以叫你叫上好的啦，不是推叫他熟啦。剛才你會幫你選勾一個老邊的用後，等下回來你們這剛好炸好，就來弄雞醬，調醬好不好？那你待會等一下哈。好，謝謝。你要不要一邊這個先那個燙這個？摸會摸熟哦。我要直接炸。哦，直接炸。嘿，我弄炸。沒做得啦哈。嘿，佢做的水分的位嘅地杯度哈，唔會走出來。我們等下就可以用這個。好，等下調料讓我起司。那個破雞球啊。差唔多2分鐘就做得咧。2分鐘哦。應該唔是都按叫吧？係啊。要給拿起來就要用誒。嘿。來，大姐拿。好，大藍隊等我們一下哦，我們這邊60秒就可以了。好，先舉。通關密語先來講，上面有寫通關密語。你要放了嗎？好，可以放。
帮我。好，我先马上。这位，海产王子，比较瘦的还比较胖的。喂，你最胖。我要海产王子。海产王子。哦，阿良哥，K 好。我们先让我放好，好不好？先让我放一下。好，放好就要开始喽。还没呀，我们现在还没启动啊。好，阿姐走对喽。等一下，这就是3音走在走哦。双条盲刀，只有一个人。双条盲刀啊！好嘞。好，手放下，每个人手放下。开始，已经开始嘞。阿姐手不用电。我知道。雨珊姐手不用电，快要不用电。这太刺激了吧！我都还没有准备好。先给我们现在几秒好不好？可以试吃。这是醋什么？完了慌了。不会啦。海产王子。时间会到咯。不要吵他加油！你不要乱我啦。他试过味道就 OK 了。会倒数咯。5、4、3、2、1，时间到。好，雨珊姐请就位。大家当吃米线，好，要炸好以后有嘛，炸较硬掉的。炸好以后，攞伊調量多就放去咯。我調量攞多啊，好，我免退咯。太好了，太好了，容嘞，太好了，太好了，好。我看到蓝穗在招手了。来叫计时开始，计时开始，请帮忙。没有看到阿姐一直帮忙，来帮我们调料。好，你要先哪一家？吉师傅叫讲特色。齐师傅，徐师傅，好了，师傅来哈，好，来，食神站好。计时，主要这款家，开始。好，走的。要个种安好学啦。马莎，应该是王子吧？假使在下行，你就手到跟米血高温用半头。头痛，我有带头痛药。先炒糖哈，汤嘿，步骤就七师傅都讲啊，系焦化啦。要条毛嘅不用酸条啊？冇蒜头哦，蒜头叫你地本毒嘞。你爱用的吗？慢，我得炒落去吧哈。你等下酱调好的时阵，让你是落去搅的时阵，让它一片炒嘛。好，搅啊，好诶。酱清楚，先炒过还用了哈。这醋，这酒，蒜是爱吗？加水哈，哦，蒜米醋落。酱料大赛耶。哦。他会干嘛？蒜是唔爱哦。那是。3。收汁时候嘞哈。1，时间到。收汁时候嘞。这样那个，谢谢。好快哦。很厉害，很完美耶，这样就好了。各位大家改盐切点差就好哎。你们完成了，台记，厉害哦。啊，等下弄了潘德忠师傅啦，师傅按摩。你讲什么师傅？你口译。对啊，什么？不是阿基，不是阿基。好，那我们要过去过一下哈。那边。哦，还有这个啊。哦，咱厝有好嘞哦。哦，其实那咧铺一下香哈。嘿。像个盐酥鸡吃米线嘛。吃一下哟，吃一下。有吃。哦，所以等一下是重判举好嘞哈。哦，差不多了哈。好，倒数了，好。7、6、5、7、3、2、1，时间到，马上就吃吃看那铁拐嘅料理，乃不开米线卡针对嘞。哇，很澎湃哦，而且呢，係用你客家人嘅結漿嚟變化做料理哦。馬上呢，先對風水用下來試看呐。哇，滿滿的醬汁哎。那醬真有聞上去耶。好到肚子後。馬上挑個醬安好學啦。馬上。應該是王子吧？雨珊姐知道嘞？知道，先撳米哈。風吹頭咩嘟嘟吼，有滿意嗎？有。你咪講廚師有那種天數哦，可以滿意的話來客數一下。有，先滿意。好，明華姐知道嘞？我們的魚讚。好食。好食哈，那款下冷水哦，哦哟，沒食到強力咯，你知道用辦？
又降霉啦，不过又鹹些些，因為我是當炭，我本身是當炭啦，伊感覺好像重口味咧，係哦，好，我想要看一下咱水做嘅吉種排骨樣板，夏天，可能因為師傅就先炒過那個烘啊哈，焦化蠻好吃的哈，焦糖味很香，他因為咁樣哦，排骨就先滷過，佢食到該地位度啊，唔會冒霉，錯，就要熱梅啦，好些。懂針對，食啲排骨啊，最重要係講。這在存到骨頭的時間，沒有誰嘅腦部重要啊呢，會成功誒，你知道嘞，玉珊姐。米頭蒸吼，有它抹暗油啊。好，那明華姐你知道嘞？在這麼短的時間有這樣的味道，我覺得也很棒。我們都是稱讚比較多哈。明華姐剛才講吼，因為時間好短啊，昨天做出安樣啊，真係唔簡單。對啊，蘇俊基記得嘞。你要好管誰？謝老管。自己的美食啦，哈，自己家裡面的味道。那個阿珍記得嘞。我吃到我排骨哦，有熱梅，我提白食到個吉祥到排骨的，我所以我按用學到咧，煮煲我來先扣舌。哦，你講嘅哦，呢度要糖哦。好，緊張的時間呢，馬上就會到誒，先來請你嘅阿志劉師傅搶本分數。耶！冇關係，大家來看一下阿鳳哥搶本分數。聽數。好，志劉師傅搶公平。兩面都以好啦哦，其實排骨有強硬一些些的，但是有黏味，冇錯有黏味，但是有強硬一些。啊，那邊唔係有炸到熟，不多醬料，我那上一個咧碎了熟較小，所以我現在風吹嘅。阿鳳哥，好，因為本藍隊吼，我嘅想法係講吼，佢個兩腿都有個起身參啦。其實兩片東南偏南，我係偏到個起身參，啊，佢嘅起身參，佢嘅醬汁地步又加一隻起身參的梅頭，是去到下香，又加一隻梅頭好食安樣啦，是正差都安樣樣吼，兩片都做到當好啦，吼，希望。好，第一關呢度呢兩組都得到1分哦，師傅都吃到太下同針的，哎呦唔是緊張嘅哈，先不用輕鬆一下，因為等下看一下你嘅齊師傅用下嘅米雪糕，用嘅老藥嘅結漿，用下來做結合呢，馬上出來搶齊師傅咯。耶！看到齊師傅來要特別出地講有好料嘅好食咧。嘿。對，好來，今天的食材其實都用啦，用米雪糕，米雪糕啊，記得係手到個排骨嘛，撈鰾魚嘛，啱啱食。有羨慕嗎？當羨慕啊，你當難做啊，呀，前面還有芎蓉嘛，哈，起煎叉、風菜條、蒜條、地瓜粉，弄掉芎蓉啊，哈。好，馬上開始。開始，冇啦，好，我就是用米雪糕先切條，我芎蓉用鋪的啦，哈。哦，米雪糕鋪過去以後都好食嘞。係啊。直接加胡椒鹽，然後那個起汆叉上菜。有幾塊不要3幾塊。哎，做得咯，哈，芎蓉哈，弄。哎，問一下來賓哈，假使家下係呢條手到嘅米雪糕運用辦做。頭痛，我有帶頭痛藥。用炸啊？用炸。用炸的哦。開始想用果油子嗬，把湯給我硬啊，果油變樣子做得嘞。哦。所以你看，大家家下遷就想法嘞。那我們第一段重錄。安雅哥，你印而且我們的水花行嗎？水花係啊，你未會啊？我哋攞切咗，弄掉芎蓉啦，哈。我唔知道耶。等下可能咋個切片係嗎？切片水花。哦。那呢條嘅水花未係用切嗎？也是啊，芎蓉啊，哈。你家下嘅水花係明華姐切嘅。應該切的。馬莎切嘅係好看。係師傅嘛。冇啦。師傅啊。啊，等下嘅風水條我用慢處理啊，因為家下風燭係。炸的，那我們是用燙的。哎，你看是按用音啦哈，泡個哈，小小技巧。那我們等一下是用泡嘢還是？我用泡嘅，用泡嘅，按個料會切到個水按用音，切末哈。大家有問題就得問哦。好，你問唔怕哈？你們要好專業哦哈。
我讲有桩问题诶，你讲，因为你去到个米血糕嘛，米血糕做在雪茄那里泡，啊，很爱粉嘛。哦哟，我基本腌强下。哦，那像外国日本已经卖嘅那种盐酥鸡的米血糕，咪就有粉哦。有诶么？有诶有。哦。粉了粉以后，佢喺度做cái酱汁。哦。佢係咪做啦？keep 嘅酱汁啊。用煙都要碗冷開好咧哦。哦，要係啊。哦，行嗎？有咩去到啊？按上班嚟講，該米雪糕要啊，汽車餐讓每一口都有吃到汽車餐的味。哦。好，小細節啦哈。我先來，而家強壯嗬，地瓜粉。我亂冇啊？唔是，因為佢係皺誒。是按嗰時候咧。哦，一盤泡泡一天啊，一盤噴噴啊。像我哋家泡嘅蘿蔔糕，你咪做啲用點點粉，佢係唔會黏到。哦。我啱時啊用嘅泡。那怎麼該聽說會切？啊用細細挑啊？啊因為比較適合佢嘅口感。哦，因為我嘴巴這麼大咧。民族嘅嘴巴好。哦，係味道機去做咧。你做得你了解我。你講錯聽未強下哈。誒，從米血糕佢本來係熟嘅，係冇熟嘅東西啊？應該係熟嘅吧？熟嘅，熟嘅，熟嘅。好，我兩片炒，兩片泡。白嘅蒜咧。哇！梁橋正香港冇上節目嘅經驗，很厲害。當厲害哦！我米血糕因為佢本來係熟東西嘛，啊叫佢泡幾久？你看，你看。硬有冇調硬？看啱鉗要啊，按差唔多咧。我知下意思做得啦。啱泡嘅時間要順序，你米雪糕先攞嚟泡嘛，啊，然後風炒點看，然後風炒點差唔多咧，嗬。好，我哋嚟切成三面下嚟泡，那我哋強檔。順序很重要。呢啲用嚟攞嚟泡咧，攞嚟泡嘅該全部都要該從個鹹酥雞嘅梅頭，要加梅頭啊。另一個方式係講哦，呢啲該炒嘅時間要啊，含會變糊。係，我就想講，你見過用泡啊，嗆嗆，啊嘢用掉落去嘅，叫做變下糊。好，我哋好聰明哦，變曲子。我就想講，用泡嘅下嗆哦。下嗆，啊先變過來。啊，因為今日封住別嘅。那個起餐叉給須只冇強下邊，我看人家外面鹽酥雞都一起下去，還用哈，一下又香。我們有放啊。那分開落去邊啊，落落去長坡。分開了。好，你看我嘅糖係2嘛，吼，啊我點係2。哦，有比例的。我基本來度吼，我提白學到結醬做啲煮ăn都出嚟。2吼，然後水係4。也是。哦。2比4啦，要有啲汁啊，就會黏強下。係，有啊。哦，你真叫學到哦。對啊。按時比例差唔多，看像安樣成日都唔敢食雞醬，因為就係胡椒粉攪攪，鹽巴攪攪，嘟嘟嘅是做得的。哦，好，按常攏看，像安樣要吐泡泡咧要啊，哦，吐泡是差唔多咧，底下會變下去，哦，變下。哦，縮一下嗬。你看，我哋下多麼是梅頭哦，因為我比例是錯咧，要縮下啲梅啊。哇！你看，也要沒有個切成菜嘅梅頭，全部嘅食材未有機嘅梅頭融合一體嘅，哦，好，按攪攪啊，好，那是差唔多咯。哦，阿用是分送起咧，哦，本太家可以係，好。好，阿英。金桔米雪糕，按鈕就好食咯。你哦，細細家下哦，爸爸媽媽都會為你食動豆要補誒，一定會乖乖食飯。從來是食動豆啊，所以李阿哈吼智商身高圈走的180。身高也有嗎？看起來有啦，幫我後置一下。你阿媽個妞？你菜肉兩點頭兩個。你自己的？不是哦。
去甲一听董上的知识课呢，都大家用眼力客家结晶，然后两个米雪糕给还有牛米头，我们大家一起来品尝看看哈。前面又狗粉又正菜，米酒冻好，我背素素，地背都软软，很好食咯。真嘅呢，而且越炒越香，炸到 QQ， 好，米头就有落去，食起来真嘅真好食。第一白石头用叶煮饭，平常是想煮汤啊，煮火锅直接丢下去。韩国水稻就系盐酥鸡挺甜嘛，对，所以第一白石头赞。该种吼，师傅每挑都动吼，所以观众朋友做咧记得吼，2:2:4，空很二，体重很二，水也是，这个比例真的好棒哦。七人菜有切过，所以整件搭地就有七人菜的香味。稍微落去较香。真嘅，不过话讲，也个做酱料哦，太甲一般人看，做家不想唔到用来做，所以呢，我觉得酱料是大家一定要学起来的。至于刚刚口味啊的 CP 不扣呢，我们忠实观众已经知道，不过今天这个结酱哦，让人调味又来好起来哦。不过呢，刚头前1比1，刚刚从来不水唔落嘅，我养的哈，你讲按善忙的哈，全部会变起来的哈。马上来进行最杯米馆挑战。料理有意思，踏出料理嘅背後都有無同樣嘅故事。啲主題公布過後，兩歲愛找定題目來做料理，到底會有乜嘅神奇嘅，也係感情嘅故事呢？大家夾夾坐好來，一家之主上菜了。好啦，其實呢，Andy 哦，細細家下哦，爸爸媽媽都會幫你食當到要補誒，一天我乖乖食飯。上次呢，我食一道可能係用漢肉來補一道湯，就係希望你啊身體健康，各位呢上來身體當質辦呢。哎呀，從來是食凍豆啊，所以你下吼。智商身高圈走的180，身高也有嗎？看娛樂有啦，幫我報記一下。好啦，古手工呢，因為今日嘅參賽者全部都係媽媽，阿媽媽一聽懂不會做安用轉胎人的料理。我不知道我們現在還來猜中。亂猜嘞，再轉一次可以。我聽到啊，說不定真唔高誒，真唔高誒。好啦，馮翠帶來的料理，按到乜嘅名誒？鳳凰於飛。鳳凰魚，哇，這種飛黃騰達嘅感覺。係啊。哦。不過你睇鳳凰於飛係對馬莎嘅起題啊。愛上講鳳凰嘛，就。女孩子是鳳，嘿，男孩子是黃嘛，哈，諧音的意思出來了，沒有特別的意思。所以生也有懂成的呀，嘅體態啦。對啦。好，鼓手有信心冇？有。好，來看一下。因為記得做嘅係鳳凰於飛啦，你都做嘅菜名係嘛嘅？轉台面嘅布媽瓊子馬油團，係對馬莎嘅起題。筍的啊，個母媽撈個蔥子油吼，落啲濃嘅肥肉下好，下擺筍的下聰明。你下幾道台的筍啊？19歲咯，6年生咯。你下差唔多未係轉台應該年歲嘅嘛吼。佢細細個就必須的，個母媽愛切架烤的呢。個媽喺牙落冇切架中的哦。伊也擺張熟食，擺六張熟張雞來崩啊，我哋擺一張烤的，個母媽呀。你看，你可以做個蔥子吼，嘛個母媽油盤。有信心冇？母媽蔥子油盤。有信心冇？讓你順去講。有。哦，聽錯有信心。客家媽媽食筍的食細人哦。真件係食到像心肝命推嘅，鼓手今日你就半日就食咯，好不好？哦，等下叫我變起來，比賽馬上都數3、2、1，搶開始！哦，開始咯！我好想吃哦！你們愛相公做這個勾轉100嗎？你如果要勾轉100，你有什麼願望？真的，我太極帶哦，我夠極帶哦。你已經很抬了。但是那個是躺着肚子的高度。OK， 好啦，我們今天拼拼看有沒有機會轉一下。好，來，快。好。長高食材。我們要先看秘密武器的部分啊。哦，大佬嘛個？這個做嘅鳳梨豆腐魚耶，乜人做嘅？愛。哇，做嘅。叫做動向咧。誒。那
第一排看到用凤梨做的跳舞仪耶，好香。所以这一年只能做一次，为什么？因为气候的关系，它的豆腐砖是大溪的豆腐砖，那它是日晒的，它没有用机器去烘焙，然后它日晒大概3到5天。所以你要凤梨的豆腐仪，他做在做嘛其他料理吗？其实每个礼拜我们都会夹这个来吃稀饭啊。好棒哦！我肚子饿了，肚子摇哎。慢挑没做对呢哈。可以，像果酱的方式也 OK。哦，啊，这切切鹅咯。系啊。斜刀哈。斜刀啊，他们韭菜啦。而且完全冇骨头诶。啊，生颜色都让我们放心呐。很好哦。然后今天的佐料都没有放盐巴哦，你们可以发现我们不放盐巴，因为豆腐仪本身就有咸淡的吼。所以个凤凰鱼飞嘅鱼哦，就你下鹅啦哈。记得今天准备个鹅没冻适合成鹅食啦，因为小朋友不吃有骨头的，有刺的。对，啊，老人家咩清好啊，清方便食。对啊，因为你餐饮设置全部是的，餐饮设置全部是的咯。对。哦，啊用这样铺上去以后是拿来脆的吗？嘿。哦。我老重要了，其实蛮简单煮，最主要的还会在前面这个前置步骤，因为我们还有秘密武器是美酒，等一下给我豆豆来看。好，我先过去。好，加油！加油！借我看看你的马哎。他们款枪子吗？枪子的秘密武器。好香哦！你看。我可以吃2碗吗？我点麻油面，我都没一个做的呢，一个那会硬呢。好香哦！一个炒嘅哈，对，冇按手波那的香啦。他赶紧煮呀个油饭，他是有改呀个虫子老马呀，对呀。你还买个牛？你菜肉了见头了的，你自己的？不是啦，哦，一条煮的，出个按多一点点的，你弄了见到的甜鱼菜骨有最嫩的。哦，啊个松子又配过了系啊？有我烤过，我搓到现在烤的。妈是千叶烤诶，搅了，还没有，要熟，你没有熟了，没有，呀个油饭咩做得少几下，阿姨，你咩炒不你冇水冇，估计几碗油饭就整就5点半放油子呢啊，完全冇加水，安系蒸嘢的哈，佢用脆的哈，浸好就用脆的。大家可以帮我舀一大碗吗？用翻整进来。啊，这家下倒落去该关系嘛？米酒啊！大哥你係乜嘅？麻油。咩一條油？條隻麻油會落去。主要係麻油炒啊。哦，用麻油來炒嘅。係麻油。啊，冇看到。阿姨很可愛，佢講吼，佢都係看電視看來看到台，佢咪看到眼。對啊。你就是吃長大人的。我看17台啊。因為你係假人啊。按姿勢，按用佢咪冇半樣講唔過去啊。講唔過。關掉。不要。哎，阿姐，我發現我看真經動有錢呢，他用嘛個金髮蝦的。他趕緊有錢沒做唔得講。5月初一去屏東對帶櫻花蝦。哦，啊，你還有多嗎？我做在大船魚嘛。哎，你家不是有很多嗎？你家不是還有寶石魚嗎？做得啦。你媽冇用錢，我做得讓你食咯。做得。我沒做得食啦。動向哦。我烤過嘅呢。阿姐，你再傳過去會沒了。係啊。我還貴太貴。還有大管呢，我食落去個條那冇變布啊，冇變布哦。好，那選購梨，好，這組我太期待吃了。哇，做得跳看一下嗎？做得，哇，有醬料哦，意耶，哎，感激，它就蒜頭米哦，哎，這真是鳳凰哎，鳳凰，懂很喜氣，對，啊，新人看到懂歡喜，懂想愛食咯。你這個比咩武器啊？變到哪一道？那個鳳梨的豆腐雞啊，又變落去了。啊？變落去強到脆咧嚇。冰上去的嗎？哎。哦。它這真怕，係啊，我們把它打碎。美酒行喺自家做美酒等下好嘅，讓你拿到去就。個梅啊，梅個酒啦。哦，所以你一吐出來酸酸甜甜，嘿，海皮咩？海皮清淡嘿。哎呀，生日呢，佢上了動國台係冇？我生日，你生日9年級了。什麼呀？我174。什麼165了？
你好高哦。所以等一下我们吃的会长高就对了。来不及的耶。有机会，有机会，有机会还是有机会嘛？对，有机会。不要给他错误的希望啦。有这样就有机会啊。没有，可以顾骨头。哎，等一下评分嘅票准谁款哦？谁在现场有长高？给他拍了。哎，那2组都拿没分。爱顾骨头、顾牙齿、顾木足，係啊，也係嗰種嘅生人全部顧會到，太人老人全部顧會到。豆腐肉嘅蛋白質凍夠咧吼，鈣質未凍到。鈣質。對生人嘅最太期待係乜嘅？生人食到當粉去啊！哦，係啊，身體健康啊！又希望記得做啲考試考好，哦，也態度做得好好，哇，都第1名吼。對，我的都第1名。哦，偷偷炫耀，害我又被震折到了。那就先跳口你哈。哇，變色了，變色了，所以你要喊到喙幾多球？誒，加一下就好了。一下哦，先不給喙一行啊，咁先過去。哇，殺300塊，哇！買愛顧解先嘛，會搶手嘛？哎呀，就不愛帶轉移咯。敢吃看啊哈！好，哇！我小条，我这已经有了啦，我再加1塊豬肉。自己續完，哇！還可以搶朋友誒！哎呦！啊，這個先人講，基本分數做得不易哦。啱啱做得做得哈，還有隻好食嘅，有好食嗎？講出來，凍好食哈，好吃，條件好吃。等下可以試吃的時候幫我夾1碗。就這1碗吧，好不好？很強哦！天哪！哦，涼鳳凰魚飛嘞！也係提隻擺到節目當擺哈，就來賓帶來那個糯米 U 盤，好像是這樣子哦。哦，你看用咩做？跟糯米凍 Q。哦，糯米凍 Q。嗯。我覺得阿珍一定要給勝算動態哦。等下可以試吃的時候幫我夾1碗。哎，就這1碗吧，好不好？好，按時間差唔多了哈。7、6、5、4、3、2、1，時間到，馬上就來試試看下，要給媽媽做出來真太年的料理啊，一定懂斬掉來看下咯。耶！啊是誒，甲媽媽阿婆呢煮呀個要陪你做得轉太年的料理，還剛困家就做家就很享受咯。先對捧出一塊色色好冇？好。好，哇，很香哦！天哪！哦，涼鳳凰魚飛嘞，很香哦！哦，原來做得安樣做哦。一陣叫我幫飯食，幫妹妹做得，當好食又加健康。佢最下背係豆腐，非常好食，加落去個魚片。但魚片雖然都按段嘅時間咯，不過喺做啲食得到嘅鳳梨豆腐衣嘅味道，幾似家做嘅。珊玉姐，你知道咧？米頭嘟嘟吼，啊豆腐凍嫩，啊魚嘅咩凍嫩。明花姐，你知道咧？好想要1碗白飯。哦，左邊有。很咱們的清茶飯，因為你看按皮開皮嘅話，生嘢就勁崩飯，勁崩飯色就會太。對呀。東河選問下咱水嘅蘇俊阿姐，你覺得呢？這些白色都暗紅色的。哦，你看鹹湯的做是獨好咧哈，對不對？還酸酸甜甜嘅，兩個真知道咧。我心夢風對嘅哈，煮了暗好食的料理本來食。我食到兩道滿鹹合度好。哦，謝謝。我學到吼，個青春期又轉來咧。東河選，我是哎呦，該下哈，明珠姐有小試身手了一下呢，我們的油飯。等不及了，現在換我了。可以開始了嗎？打沙來。好。哎，食材碰牌到，我們地位現實哪一篇呢？一點麻油都去甲去炒誒。個其實條吼，實在係幾個口感。我前2口在你第3口以後，勁咬勁香。很咱的東油心全部都起來了。QQ 啊，不枉費你今天一大早起床。玉珊姐吃到咧？我飯食起來凍 Q，啊個堅果咩食到凍香，咩嘟嘟好。明花姐吃到咧？
它的油饭很 Q 弹呐，对，那它的松子是比较特别，大致配起来那个麻油味道真的蛮香的。对，东香。啊，风吹个苏静阿姐，老七个讲一下。松子最棒，没有这样搭到，真的好吃，它特别是啦。阿姐，感觉发给东西学到强力嘞哈。好食，老七个评价一下。我一道泡呀又 Q， 那个母妈吼，一个泡也冇按豆腐辣，烧鱼咯又香嘛，那个葱子呀一个烤诶。也唔会烤到香豆腐辣，个葱子的油啊糟脱，就冇营养咧，就对个头脑发育就冇帮助咧。哎样嘢，你喺渠道因为你土菜哦，按到个全台英嘛吼，全台英嘅料理，所以看得出来哦，阿姐对个笋呢吼动态期待，比如讲干嘛个葱子啊香，木麻香，香菇香，还有林发虾香。哦，香！个猪肉啊，哈，系鱼囊肉啊。有大家全又写得出来，应该用心啦。动好。然后是刚刚都要评分之前，正经哦，经过一番啊10分激烈的讨论，唔但想係熱飯哦。正經係超厲害嘅，唔過呢，師傅應該上好些啦，吼。好。啊，這種師傅，等下分數本出來就唔好些，唔老高了哦。啊，這種師傅搶分數。風吹，而家他本身我徛動王嘅，啊，本來上岸，本身我徛動王嘅啦，哈。我愛啲啦，因為節目喺我哋公平啦，哈。我看一下阿鳳講嘅分數係乜計？哦。哇，好，我覺得因為這個都很公平，你們如果都講優點也是沒問題的。啊，這種師傅，兩邊都做10分是真好，老實話講，兩邊都當用心啦，哈。因為一片呢，一豆腐魚嘅黃梨，高價嘅美酒嘅上面，迄整魚叫出家做嘅，規則嘅米絲到一般整魚嘅做唔出安尼米絲，因為我本身做海產嘅，整魚對我哋來講要當到口味，一種口味算當奇特，屬於出家嘅米絲，所以我係當稀飯。啊，做出曬一片糯飯呢，又要增加黑芝麻。嗰個要增加松子，係鐵板食到安尼，也係屬於人家的出家米絲，所以我要分數真係當難分，但是因為安尼還係愛分數。謝謝。厲害啦，2個都是超級創新。係啊，剛剛一直逼他，已經出汗呢。已經換流了嘅。阿鳳哥已經取到2片咧。好，我某本風水想法係講，其實佢出魚嘅時間啊。豆腐1稱嘅時間，你做啲紅果餅嘅豆腐裡嘅醬，按伊梅頭下有梅頭啦，是正常按用餅落去有醬紅果淋上去，本機個豆腐嘅梅頭比較入味，是正常都按用起，其實未當難拼。按我冇本兩片嘅油盤吼，我嘅想法係講吼，佢個麻油酒都有吃進到個米飯地盤，再按當年時間地盤，佢有是到麻油嘅香，撈個米酒嘅。淡淡的酒香味，所以我本改片啦，本兩片，其實2片做得當好，真緊講，當難片。其實呢個節目聊到提3年、提3季啦，哈，看到動到吼係平手嘅一種嘅結果，不過真緊冇賭過吼，2個人討論到，還在從那邊討論到這裡，又從那邊打架。哦，真緊唔簡單，2組全都厲害。真是，好。馬上就要來頒獎嘍！耶！今日係正經有2組都係提名，正經係特好色嘅，先來恭喜風吹得到1000元提名嘅加出去！恭喜！真夢嘅！咱隨今日咪魔術哦，你係提熱名打挑名吼，恭喜1500塊嘅加出去！真的是太好吃了，2組都表現到啱啱的。睇起搞豆腐卡地都記得老媽媽愛心表落去就係最好的料理哦。想想余珊姐老太太講一下，你要唔要參加心的？哦，今日來哦，本來是喺東京莊啦，梅芳想講，存着平常心來煮本太家食。哦，太家食都咁米煮好嘅，煮喺愛得心情。啊，平常心就好，就像豆腐卡煮菜安尼吼。嗰時候喊你辦好再來哦。好哦。林法靜，今日做嘅豆腐儀式很針對。老太太講一下，你要唔要參加心得？
谢谢贵单位哦。那我们今天来到这边，真的是把自己家里最拿手的东西呈现出来。那也谢谢评审给我们的这个一个肯定，谢谢。恭喜！我看阿姐差不多会叫出来了哦，都感动哈。因为你南翠嘅阿姐咪係提出擺雙天使嘛，做啲得到阿勇嘅宣泄吼，要埋感想，做啲老大家分享。我根本伊來參加了一家之主嘅個節目吼，我親長哦，我唔止講錄影係上到阿勇去，我第一擺看吼，親歡喜，佢本來親緊張嘅，來到咧看到安多小雞，安多。帥哥哈，師傅哈，本來感覺冇咁緊張，初步啊係緊張過根本嘅咯嗬。你表現得轉去做啲好好水木咧嗬。新聞咧都主持人啊嗬，嗰啲出事，本來咧機會都參加了會，係啊。哦，了解吼，雖然是有得到2500票，不過行擺上來好嗎？好。哦，你係 U 盤到了哈，我還嘴口齒留香呢。蘇俊杰，你就買想法到感想嗎？人生活到現在60幾歲了，根本也終於體會到那麼多好吃的好料，我都沒有吃過，因為我們都是煮家常菜。要講啊，好多，謝謝。謝謝。希望蘇俊阿姐哦，依家下吼休息嘅時節，喺讓我分享講吼，你看吼，雖然冇得到3000票，不過咧，伊得到嘅經驗係講，哎呦，原來吉祥喺做啲磅排骨，喺做啲磅嘅柳葉魚，喺做啲磅米線嗰係原本完全冇想到嘅。雖然冇得到3000票呢，不過根本嘅係節目哦，體擺家評審上都帶下，上到頭那會白頭啊，用個山，看你。我香港嘅設計，因為設計要開餐廳。我本家的哦。哇！餐廳本家都會嘅啊！你想做老闆？這冇辦法啦，我10年一些的意思啊，好，我當然我時代我本期我都公司嘅招待券，來到中南龍鳳漁港，真麻煩嘅就可以過來我餐廳食飯安尼。真嗎？我跟你說，我們都沒有拿過。對，連主青音都安用嘅 Candy 咧。我們錄了3年體育版安用嘅。3年體育版哦，所以下一次會不會觀眾指定要來上有啊？這種是。還會等3年。都對啦，這種是不夠冇養飲食咧，可是你要夠好。我有拉好幾張萬牛，因為佢剛剛沒講到呀，兩組做出料理佢都想唔到，係選係佢自家嘅料理，也不卡自家好米。所以請給我本期嘅找個日子總上鼓勵，真的太棒了。所以很想會挑戰吼，每一些哦，韓國吼本師傅吼自己掏錢出來嘅朋友，也叫你報名參加吧。不過呢，總共一家之主呢，就會搶你所有嘅參賽者享用。鄉下紛紛喜來參加比賽，各位呢次年年的分享，要不開料理就錯嘅哦。歡迎你到鄉下來報名，下禮拜再見。拜拜。